愿列祖列宗，大司命、少司命庇佑吾等，鬼祟不侵，一路安泰。妹妹这是在做什么？此番去过离乡，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重返故国。彭姨把故国之土带在身上，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母后，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片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，以后就让她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，赏给芈月，看她穿。闷都快闷死了，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脂肪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脂肪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母后派了那么多人跟随，想去东市，恐怕很难。这有何难？只要姐姐让绿萝去准备2身寻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夏慧儿好歹说了声请王后节哀顺变的话，可那芈月就坐在屋子里，竟然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你说在我出嫁前，母后日日守着这些陪嫁亲的，看了不下数十遍。为后字字斟酌，唯恐一点疏。芈月妹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惠后惦记。你终于回来，这一日我苦等良久。我也曾揣测过再次与你见面的场面，没想到会是眼下这般情景。我和爱妃们的心意，寡人领了。可不赶巧，今日寡人要去见个故人。这酒宴和歌舞，还是由你们带寡人去享用吧。大王，王后不必懊恼，寡人的生辰年年都有，错过了今年，还有来年。故人？哪一位故人？一定是大王看中的故人。大王的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妾的能猜测得到的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这些年大王并不重视自己的生辰。大监，王后，芈八子，大王让你跟他一块儿去见故人。芈八子，请。王后恕罪，芈月不得不先过去了。大监，王后，能否告诉我，大王不过生辰的缘由？这老奴就不好多嘴了。那这寿宴怎么办？死于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而王氏女子别嫁，又何曾不是另一种战场？舍身、舍命、舍情。身为君王，就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要君王该有什么样的情呢？是周幽王宠褒姒，还是纣王宠妲己？
身为女人，我怨他们。可是跳出这一重身份来再看，失去江山的人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怨恨可言？夫人既然这么说，可言语中却还有诸多的不情愿。君行令，臣行义，他保他的江山，我保我的真性情。夫人大彻大悟，芈月受益良多。非经磨难，不能彻悟。我倒愿你们这些孩子，一生一世，都不要有这种彻悟。你们要照顾好尹夫人。是。求姑姑一定要帮忙。王后已经自身难保，你还是不要连累了她才好。何况，你芈月一向足智多谋，就算没别人帮忙，你也能过了这个坎儿。呆猫姑姑，关门！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姑姑。这整日里躺着，躺得整个人都软了。再过几日，小公子就要出世了。女医治说，让您没事啊，多走动走动，免得生的时候太受罪。玳瑁姑姑呢？玳瑁姑姑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月儿来了？哦，是芈月来给王后问安，听说王后午睡就走了。也是，好久没见月妹妹了。姐妹说话还要隔着堵墙，不如不说。再扶我在屋里走走吧。芈月只是一个小小的陪嫁应妾，母亲竟然用这种手段将她逼出宫去。她虽然是一只小芈月找来，我现在分寸全乱，我想要她给我出点主意。王后也太相信芈月了吧？世人皆知，芈月与那张仪往来甚密，害苦了我们楚国的就是张仪那小人。我不信芈月会眼看着母国衰败，那可说不准。玳瑁姑姑，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大王。此刻就去吗？此刻就去。一定要去吗？一定要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哎，月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与我一同去。姐姐要去哪儿啊？去宣誓殿。姐姐，去不得。为何？姐姐刚见了楚国使臣，就要去宣誓殿。那姐姐是以秦国王后的身份，还是以楚国公主的身份去见大王？自然是秦国王后的身份啊。那姐姐就要去恭贺大王，秦军丹阳大捷，获取汉中。你昏了头了？不是芈月昏头，是姐姐一时气血冲头，打算做绝不可做之事。我虽是秦国王后，但也是出身楚国的嫡公主，两国交恶，母国受到伤害，
米叔更该挺身而出，义不容辞。姐姐诧异，两国相争，姐姐若想说和，就该有适宜的说和之词。若只是一味的偏袒母国一边，会让人以为姐姐嘴上说自己是秦国王后，可行事却还是楚国公主。姐姐是后宫女子，嫁夫随夫，不该贸然干政。大王是我夫君，这事也是我家事，你若怕事，就不要去了。姐姐火急火燎，王后是心宽之人，臣妾说两句笑话，王后不爱听就当耳旁风便是了。其实这一阵子，宫里内外都在说那600里的笑话，大王听了数遍，依然说这笑话有趣得很。好了，王后安心养胎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珍珠，把这坛子扔出去！什么造化蜜，明明是害人的毒药！是。王后不要理睬这等刁妇，他们就是故意来气你的，你气了就是招了他们的道。怀着身孕，凡事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我正是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才更忍不下这口气。我是楚国第一公主，嫁入秦宫为后，楚国兴，我则地位稳固；楚国弱，我则危机重重。那魏延还不是因为看到我王兄被张仪戏弄，丢了土地又兵败，才趁机来羞辱我。如若秦楚真的交恶，我这腹中的孩子也会受到牵连，前途堪忧。玳瑁姑姑，你去把方才各位姐妹言重了，王后初来宫中，就算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我们也应当多提点着，才不负大王对我等姐妹的期望。哼，提点，明明是我们吃了亏，难道还要帮他？帮他也是帮自己，至于帮不帮，如何帮，还要看姐妹们各自的心思。哼，那照魏良人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忍了，日后在这宫中，那我们岂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吗？刚才国美人和唐夫人也提到后宫谁做主，依我看，后宫是大王的后宫，自然只有大王做主。魏妹妹的意思是，姐姐想想，我说的话到底对还是不对？魏妹妹的话言之有理。来，给各位姐妹上茶。是。大监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老奴无功受禄，实在是不敢当。大监客气了，您是大王身边的老人，照应大王多年，当然有功。那老奴就不客气了。我请您来，一是因为我从楚国带来了上好的茶叶，请您品一品。二是心中有些疑问，还望大监指点迷津。王后但说无妨。宫中都说